佮就将本土的病例比这个顶礼拜同期增加15%。至于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讲，后礼拜有可能超过一天3万例，并且估计后一波疫情高峰期会伫9月中下旬。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黄立明就讲啊，因为9月份开学啊。无注射预防针的儿童，恐惊会变成感染主要的族群，加上Omicron中和感染率可能性是30%到50%，估计BA.5疫情23礼拜后会达到高峰。有关入境的检疫审讯会放宽到0+7。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李炳英接受广播专访时讲，边境管制有政治考虑，伊还讲，若疫情入来时会影响到施政的成效甲观感，所以讲爱搁看。趁休热上尾一个礼拜，家长紧带囡仔注预防针，因为本土疫情慢慢升温，昨新增加28397个本土病例，含顶礼拜同期新增加15%。指挥中心预估后礼拜会超过一天3万例，而且疫情高峰期会伫咧9月中、9月底。BA.5所造成的疫情上升，它是短暂的，而且它的规模是比较小的，大概没有办法很精准的预测说下一个高峰会在什么时候。这个是相当有可能的，BA.5应该在1到2个礼拜之后就会开始起飞了。那一旦它开始起飞呢，那通常它的高点是在起飞之后的3个礼拜左右。那最高确诊数会介于5到10万之间。指挥中心预估，这波疫情会有真侪人第2摆感染，尤其是确诊超过3个月，还无做完2剂预防针的囡仔，较会搁倒掉。Omicron的重复感染的可能性呢，会高达30%到50%。因为前一波台湾其实已经感染大概30-40%的人口了。所以下一波的感染者呢，一定有一部分人是属于这30-40%的人口，所以呢，重复感染发生是不奇怪的。医师讲，无注预防针的囡仔是主要烧的族群，加上伫咧学校的所在较会烧话，希望大家将预防针做好做满，嘛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，才会当预防重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